NS Mall 今期推介原雙華蓮1箱20隻，佢係日本生蠔決賽第一戰初代冠軍，長期小長井名物華蓮。佢個殼邊緣好似着咗波浪裙咁，擺上手你會發覺佢好細隻，但係個殼好深好厚實，所以取名為華蓮，寓意為小巧精緻嘅花朵。小長井漁協最自豪嘅就係佢哋嘅單體養殖，令到每一隻蠔都有充足嘅空間吸收營養。開華蓮係一種享受，打開你會見到蠔肉勁肥美，肉質呈現一種奶白色，邊緣帶有半透明嘅潤澤感。因為華蓮生長嘅海域位於營養豐富嘅有明海，呢度係淡水同埋海水嘅交匯處，帶嚟大量嘅礦物質，賦予咗佢極高嘅糖原含量。呢隻蠔入口第一下有清爽嘅海水鹹鮮，隨後而嚟就係有煉奶嘅濃郁甜香。佢嘅口感好特別，唔係軟腍腍，而係有一種爽脆嘅咬口，餘韻帶有一種甘甜味。而家上 NS Mall 網站即享9折嘅原雙優惠，快啲 share 俾身邊嘅蠔友，即刻上 NS Mall 睇下啦！